其实北宫跟爱能提美浓台啊吼，跟北宫迄非常的亲呐。嗰大事情唔敢跟爸爸妈妈讲，但係我去跟北宫讲啊，系啊。哈，所以真的是丫头一百西啊，那个歌词呢？系啊。那讲谁来谁会有脏哦？我觉得好像很男生就是比较那种唔敢讲的事情。喏，真经屯林神上拥有。他教我去请北宫寻求一个慰藉啦。妈没讲啊，谁来谁冇。我这讲呀，谁来分手的时间，伊妈去走去北宫下叫啊，唔会听我下叫。我现在在那边讲他的秘密。哇，所以真的北宫还对你很重要的一个寄托。给迷惘系主要系对思念方的。想做的事情过多啦，但是唔知应用会过好。我感觉可能咧后生的提亚嘅时代后生的大部分都会有一种迷惘啊，因为像伊下后生的，唔去做工程师，唔去做嘛的。好，你看，就是我哋会面对到现代社会嘅一种趋势啊，但是我提美浓提农村。生活他的其实有时间，我嘛会有其他的想法，啊，我的想法无简单会被也主流社会接受，也讲帮俺爸爸妈妈接受，所以我一定要请中间找一个平衡，系啊，简单来讲，係一种迷惘、烦恼。唔多讲，佢想爱归去，高雄归去美浓生活。而且嗰度部分都很像佢讲嘅，同家乡嗰有关嘛，吼，同家乡嘅人事物、情感嗰有关嘅。提美浓啊，吼，其实提乡下，做乜讲感知能力会变过好嘅原因，去讲啊。提美浓唔会谈到几多，明年其实会谈到几多事情，但一下我能接触对书记讲看到事情无相同哦。明年提美浓，提乡下啦，吼。接触到的事情都係偏人講本堂嘅，像大家下嘅阿友姑嘅事情，係媽媽甲講嘅啦。啊，真是有一個人啊，嘛真是伊去叫查沖茶路對其他到園林，也係家己本人發現追過來，也係真實的事情。永哈魯嗰度傳奇人物，有嗰度每一個莊都有傳奇人物。沒錯。